来看停伫咧苏澳军港的军舰马公号行进行这维修，不过下晡拍电鼓的时阵呢，却是来庆烟出来，加在海军有随来甲火拍花。海军强调讲，这巡查人员发现讲内面的仓库当咧庆烟，就随进行处理啊，无人员伤亡，也拿这导火原因当咧调查。渔民开船经过苏澳军港，就看到军舰一直冲白烟，看到惊一个。也有民众翕到真侪高烟一直冲出来画面，上传到军事迷众的专业顶面。毋那军事迷众一直讨论，伫海岸边钓鱼的人看到也是一直议论。看到就是冒烟而已啦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没有看到火嘛？哎，对，没有。而且要学瓦固啊，没几分钟了。那你看到的状况大概是怎样？冒白烟啊，就一直冒白烟，看起来没有什么火嘛，哈，看不到啊。海军国人级驱逐舰原本是美国海军基地级军舰，独立了后卖互台湾，包含马经号总共有4只，分别伫2005到2006年中间交艦，是飞弹驱逐舰，满载排水量超过10000吨，隶属海军168舰队，驻地是苏澳军港。这舰艇有强大的防空、反水面、反舰加战场管理能力。马公军舰执行场级维修、通风间烧焊工程。巡查人员发现储物间冒烟，立即部署应处并排烟，人员无伤损。对着导火原因，海军强调，马经号进行通风间的焊修工程，巡查人员发现去物件所在呛烟，随来拍火排烟，无人伤亡。已经编组人员对这个造成事故原因甲损害情形来进行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